歌好听的，拿回来，到来到，就是话一般来讲，回家的，移动电，移动电，今天咱讲下讲下，移动电无嘛，唔理听，因为咱台湾就讲这个第一点现在还有动电上无需要看卖，结果咱台湾拍电话电话伊讲人大都回事我讲好可能咱台湾讲对台湾台湾两个亿我这个家电脑有没有照因为咱这个这样对，特别是你也要有没有调，你也这样调，调我今年我大家都唔讲所以呢，如果只係正先呢，已經啲講呢啲不常我大家我都我一定安尼講所以呢，就我係快講講一下會使呢所以呢。